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3章。犹大王约沙法18年，亚哈的囝约何兰伫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12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毋过无亲像伊的爸母所做遐尼歹，因为伊有将伊的老爸所做巴力的雕像除去。照久，伊甲尼拔的囝耶罗波安共款，互以色列人陷落罪，拢无停止。摩押王米沙饲真侪羊，捌用10万只羊仔、10万只绵羊港的毛，向以色列王进贡。亚哈死了后，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。迄时，约荷兰王对撒玛利亚出发，调集以色列军兵。上时，伊嘛派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，讲：摩押王背叛我，你敢要甲我做伙去攻打摩押？约沙法讲：我愿意甲你做伙去，我的就是你的，我的人民就是你的人民，我的马就是你的马。当咱要对倒一条路去攻打？约荷兰讲：对以东旷野的路。以色列王甲犹大王以及以东王做伙出发，因坐一大阵，行7日的路程。军队甲缀因的精生无水通啉。以色列王讲：惨啊！上主自治咱3个王，原来是要将咱交伫摩押人的手。约沙法讲：遮敢无上主的先知，互咱通请问上主？以色列王一个人神应讲：以前伫服侍以利亚、沙法的囝以利沙伫遮。约沙法讲：伊一定有上主的话。以色列王约沙法甲以东王就落去见伊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讲：我甲你有甚物关系？你去找恁老爸老母的先知。以色列王甲伊讲：莫安尼讲，上主自治阮3个王，是要将阮交伫摩押人的手是无？以利沙讲：我去我所侍奉永远的上主万军的统帅咒詛。我若毋是尊重犹大王约沙法，就毋见你，毋插你。当着甲我叫一个琴师来遮。琴师弹的时，上主的气力临到以利沙。伊就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恁着伫即个山谷逐所在乌交，因为上主安尼讲：虽然恁无看见风，无看见雨，抑搁即个山谷要有水满满，通互恁甲恁的牛羊精生啉。即个事对上主来讲，犹是小事。伊要搁将摩押人交伫恁的手。恁要攻破因逐个坚固的城甲水的城，造逐丛好的果子树，拆掉拢总的水泉，用石头毁坏所有好的田园。过早起献祭的时，忽然有水对以东流来，逐所在有水满满。摩押人听到这3个王上来，要甲因交战，所有会当举武器的，对老到少年，拢来边界防守。
过早起，因早早起来，日头照伫水面，因对远远看，水红亲像血。魔仔人就讲，规个拢是血，遐个王互相攻击，一定拢死啦。魔仔人啊，咱着来去抢战利品。魔仔人来到以色列的军营，以色列人起来攻击因，因就逃走。以色列人追杀因，毁坏因的城，用石头吞满所有好的田园，踢掉拢总的水泉，搁撮因逐丛好的果子树，照剩建立合热色的石墙，献石的兵四围攻击这个城。摩押王看到交战对伊不利，就带700个举刀的兵要冲出包围，去叙利亚王遐，毋过无法度。伊就将要杀接伊做王的大囝，伫城顶献做烧化祭，有大受气临到以色列。迄3个王就离开摩押，倒去因本国。